这边的民众其实也很感谢市政府在这边做的一些建设，不论是在环境、在停车场的部分，或者是步道的整建，或是休憩的地方，都有一直在做一些建设，所以大家其实在这边散步的时候也都很高兴。因为灯节一般都是偏向比较桥南老街那边过去，那民众就希望说，现在这边做了这么好的建设，又有这么好的停车空间，是不是可以把灯节的沿线把它一直延伸过来，那扩大灯节的效益？这条水是下当啊，只个当哦，躺伫下底落，弄伫下底落，当哦处理啊咧。一寡游客来，人要来拜拜，也是要一路来遮进香，对不对哦？这人家哦，下骹会对啊，去伫遐纳凉啦，会遐超前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盐水月经港拥有独特的人文历史与水域环境，台南市政府陆续投入经费建设月经港风华再现计划。除了创作出令人惊艳的水域灯节意象，成为全台知名春节赏灯景点，更进一步计划建构更完整的月经港水岸游憩廊带。台南市政府透过前瞻基础建设城镇之星计划，以月经港灯节场地为核心，向外延伸辟建5座公园，建构完整的水岸生态游憩环境。动线规划兼容行人及自行车，打造出环状月经港生态水岸及自行车道，让市民享受悠闲便利的游憩环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到我们盐水的一个治水工程，以及治水工程之后，它旁边的这个土地把它开辟成连续的5个公园。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一方面让公共工程的效应更高，一方面也让民众多了一个休憩的地方。这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工程。那每年我们都有月经港灯节。那这个工程就像是双星拱月，为什么叫拱月？月是指月经港，双星是指盐水区跟新营区，可以让古代的一个港口呈现一个新的风貌。那月经港灯节跟盐水风炮就已经变成地方以及台南市的2大盛事。欢迎各位好朋友，除了在农历的1月份来盐水之外，平常月份也都能够来到我们月经港，能够徜徉在以前到现在1府2路3艋甲4月经的一个月经风华。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用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宜兰做一市伫中日顺半点台南做阵南西又制定山区丰富的观光资源，要求观光旅局跨局处联合进行总体检，同时嘛要求市府把现有的资源买开发新兴景点，加强行销宣传。希望你也要跟各局处多多联系啊。刚才您说可能你不太清楚我们那有资源有多少，那我想要希望就是你未来是除了现有资源，还有未来你也要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新的观光景点，那好好去做规划，跟各局处做联系。然后把我们未来山区的观光做得更好，可以吗？跟议员报告，其实您刚刚讲到的悬空法4我们今年其实也有针对它也发了好几次新闻稿只是因为要讲的点非常的多，如果是要分区讲，还是分是啊，有好几个点，所以我刚刚时间上也不是那么够，没关系啊，就是感谢公安局长。谢谢。那未来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如果大工程如果做起来之后，就是还是要就是跟这些地方做个连结。议员除了关心观光资源，嘛进一步以玉井沙田里的危险路口，目前只有闪黄灯，不过其实当地车速对老人甲幼儿园的出入拢相当危险，请交通局好好评估改成青红灯号志，避免出现死亡危险。台20跟台3共线的有一段路，然后是沙田里那边的车流量也蛮大的，那骑车或者是开车也蛮快的。那有一个闪黄灯，很多老人过去的时候都是蛮危险的，而且那里刚好又有一个玉沙幼稚园，所以那边有很多家长骑着机车载着小孩，
本席希望那边看能不能去做个改善，因为已经去那个就是会勘2次都是因为车流量不足而被打回那边也就是时常发生就是小碰撞或者车祸，大家在那边都自己要就是好自为之。本席希望这一部分我们要做一个重点的检讨，好不好？是跟议做报告，我想非常认同议做的看法啦。那当然就是设置规则那个是原则，那对于现地的，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使用的族群，或者是这个交叉路口的这个现行的布设，那如果有危险的因素，其实我们都应该纳入考量。这个我们会逐案用个案的方式来做考量。议员在和总结顺特别将各局处相关预算进行检讨，除了厘清预算的额度，也希望将市区资源做上好的分配。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林彦章以104年2月《小福利权益保障法》47条的明文规定，酒家、成人用品专卖店，或是限制级的电子游戏场，距离幼稚园等国际学校要200公尺，也无得爱附带牵线。但议员强烈质疑，一当前家长的定情，伊嘛开过记者会检讨，不过业者高达有缘营业。甚至不满经法局以管理作业规定，将责任撒给社会局，所以上午总理顺向前线一个送球，一个送保护伞，场面相当压抑。好，那帮一下金花局长撑一下伞，帮他撑着，避免他淋到雨。我们一起撑。一起撑哦，然后把球拿好。好，把这个球。我们在执行停业。为什么我要送伞？那个给社会局局长，议员报告，然后送球。屋子里面撑伞好像民俗上有点不好。我知道您的诉求，我们大概这个诉求是什么？你讲给我听。那就是说，对于他们好像有点应该要断水断电的应该要这个执行法令的没有到。陈情的家长告诉我说，他已经跟你们陈情到现在，最起码2年多来，金花局完全没作为。你想家长会怎样？当我去了解儿少法之后，你们既然定的一个叫做作业规则，我等一下才来说明作业规则，你把这个业务儿少法的业务变成是那个社会局要做，所以说呢，我来送给你跟金花局礼物啦，让你们好好的去检讨一下。跟议员报告一下目前我们所统计总共有登记所谓的这个情趣用品店的部分，总有81家。那其中的37家部分是在法规规范之前，在儿少法规范之前设立的。那另外这43家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有登记，也就是在法令规范之后的。那这我们也进行相关的清查。那所谓无人的部分，跟议员报告，我们目前有在清查所谓无人的部分，因为以前有的是有登记，但是它有人的。那现在无人的部分，我们目前统计出来大概有将近27家。议员除了质疑台南市针对成人用品店的权责不分，涉嫌违法违宪，要求检讨，嘛进一步以台南市电子游戏场驻地条例，相关营业场所距离学校竟是爱1000公尺以上。不过，经法局不但无执法，甚至台南发出使用执照306张，竟是6度上悬，所以要求依法严格管控。基础市长会长嘛表示，而且各局处法制加法制处协助相关法律规范依法行政。会后议员坚称大会决议，将经法局无依法作为涉嫌道理厂商送检调。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10号下晡，立法委员陈廷辉邀请市议员做伙到市会来针对10月14号开始要启动宣传，公投动起来活动记者会。距离公投日12月18号，敢若剩1个月尾。立委甲议员因会用一边骑铁马一边宣导的方式，来近亲日走访台南的各区，让各区的民众会当更了解公投对咱的影响。这4项是关于全国人民的代志。因为从能源、从国家政策、从经济，如果没有这些国家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台湾就会没有竞争力。咱今麦咧拼的是咧替咱后一代拼，咱为咱后一代做好更较好的准备，它可以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够往前迈进。所以我们希望说，走进我们每一个区里，
然后37区结合所有的议员一起走片片，用卡打车的方式、骑铁马的方式，用咱更新为台湾的精神来打拼，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公投是这么重要的，你的这一票很重要。12月18号，你一定要踊跃出来投票，支持4个不同意，台湾才能更有利。另外，针对内地的议题，立委表示，经过证实，台湾目前无入口内地。立委要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其他党派恶意攻击。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因为我们用边境管理，还有所有的食品标示，人民可以有选择权，也就是说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猪肉。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资料显示是台湾根本没有任何的来猪，所以没有来猪，也就没有像国民党所说的让台湾人民吃有毒的猪肉。所以他这个都是用一个所谓口语化恐吓人民。最后，立委嘛依考核4个无同意，互咱台湾更有力，呼吁民众12月18号一定爱出来投票来维护台湾。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2021年的大台南冠村文化美食节，伫咧11月20號到21號伫南區的大南路盛大登場。南區區公所特別伫11號上午邀請到大成幼兒園的小朋友為大家帶來可愛的開幕表演。市長惠鐵甲真濟位議員嘛做伙到現場邀請市民朋友伫咧活動的2天會當踴躍來參與活動。眷村文化美食節我知道眷村早就不僅是台南市的行政區裡面。事實上也是台南市的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隨着眷村的改建，很多過去這個在眷村時代的人情味啦，或者是這個美食啦，或者是他們的風俗習慣，慢慢就模糊掉了所以我們希望借着這個眷村文化美食節，能夠喚起一些人的兒時記憶，或是一些人的來台南的記憶，或是一些人這個想要好奇了解的。這個想要想望所以我們很希望借着這個節慶能夠有更多人來走走逛逛。我們都看到辦得非常好，帶動地方上的繁榮。那當然我們在南區就是一個眷村文化園區在我們南區所以長期以來我們都是辦小型的。有夠細場我們就是區長也非常的辛苦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每次都辦了好像非常小的一個就是年貨大街，眷村年貨大街所以我們一直講的，我們希望能夠恢復像過去我們在水交社辦的我跟當地的里長，我們自己辦的水交社的眷村年貨大街，我們想要找出那個感覺，我們要找出我們眷村的文化。另外，台南的購物節一直到明年3月才結束。今年搭配着58天，結算到昨日為止，無算房屋買賣，總金額已經有38億左右。要請民眾在咧美食節的活動期間，做伙來踅市集，並加來試看賣當地眷村美食。我想也搭配我們台南購物節的活動。台南購物節從8月23號到昨天為止，已經突破38億的消費。這個抽獎金額不是消費金額因為有的人消費沒有來參加抽獎，有的人消費金額還不到抽獎的門檻也沒有參加，有的人想說，而且我們台南購物節是沒有灌水，不是把買車的啦、買房的啦，通通灌到購物節裡面，因為那個一個房子就幾千萬、幾百萬、幾百萬，那這樣一下早就超過了，所以我們這是基本上都是小額消費累積下來的，所以希望說大家來眷村文化美食節，大家來台南購物節。市長歡迎大家在11月20號到21號日日來參加美食節，並應到今年有真濟正興的活動，邀請全國的民眾會當加來到台南，來食好、耍好、抽大獎。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
成功大学校庆系列活动的命运朴树学位颁证典礼，在2月上午伫校区歌志厅登场。盛大这次要颁证的对象，就是带领台达电营收稳定成长，市价成长3倍，品牌价值也将年提升到2020年3.31亿美金的台达电 CEO 郑平，要将命运共学朴树的学位颁证予伊。恭请校长莅临玉博士郑平先生多岁。2010年担任台达电子的第1位品牌长以来，带领台达电子公司转型、重整3大事业群，让台达电子公司从工业品牌扩展至商业品牌。从它推动改革的过程，我们看到执行长重视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思考，来解决方案。这样的思维其实也是成功大学在90年前创校的时候已经宣示的核心使命。这样的思维也让台达电子公司建立了自动化、智慧制造和节能领域提供系统整合以及解决方案的关键地位。我很开心成为这些同仁的校友。那借此机会，我也谢谢所有台达的同仁，跟我一起打拼的经营团队主管们，以及在背后支持我的家人。今天这份荣耀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更是我未来继续前行的最佳动力。今年是台达50周年，刚好也是成大的90周年。我们以节用后生来呼应台达环保节能、爱地球的经营使命。节用是指对能源的珍惜，也是台达一直以来致力提升能源效率的作为。后生则是厚待万物与环境，关心水资源和海洋生态，让改变发生，让世界更美好。命有朴树郑平表示，成功大学这年来培养真侪杰出人才，其中伫台达服务的成大校友同仁，占比为各来各校相关，而且表现优异。这拢是台达电近年来转型甲成长的重要后盾。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自2009年高雄世运会后，飞盘运动开始伫各级学校当中快速发展。参与该项运动的人有真明显的提升。咱国中华飞盘队也定伫国际赛事上创下佳绩。为了向下扎根，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体育总会积极办理比赛，目标就是为国家培养体育人才。飞盘在我们台湾的发展非常的蓬勃啊，大学的大专院校总共有30多所的学校在推广，那整个社会的队伍接近100多所。哦，那在我们台南这边，在历年全民运的成绩也非常的不错，都保持在前3名。那是仰赖我们社会组以及我们台南市内的几所大学，成功大学、台南大学、嘉南药大这些大学的联训来组成。那但是因为这些大学生里面会有一些外县市，其实无形中也帮外县市养了一些战力。那所以说我们委员会这边希望说，能够在我们这个基层国小、国中这个阶段来培养我们台南市在地的选手，厚植我们台南市飞盘的这个深度。去年的全国国小飞盘争夺总冠军，就是由咱市安南区和顺国小所提下。该校校长陈良图表示，飞盘是一项真好的运动，趣味阁无容易受伤，适合所有的年龄层。飞盘是一项很棒的活动哈，它其实设备简易，那费用也便宜，那容易携带，那其实也是要考验学生的技术，还有团队合作。那老少咸宜，然后而且受伤的比例很低。运动的训练过程当中啊，他除了自己个人的能力展现之外，那对于跟队友之间他们的能力的配合，也是可以让整个运动表现能够更提升的一种方式。不只要求技巧尔，团队默契跟团队合作，更是飞盘运动当中的重中一重。原本以为飞盘只是传来传去。后来发现要靠团队的精神才能赢得这场比赛，希望这次比赛可以获得总冠军。例如我原本是很胖的，
我就是要让我变瘦，所以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你瘦了几公斤？至少5公斤。那你会不会从中学习到什么？团队合作。台南市中小学飞盘争夺锦标赛，今年总共有13间学校、27支队伍报名。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基层杯赛推动，会当让台南的囡仔体验到飞盘趣味，进而投入飞盘的训练。同时，飞盘争夺赛也就有可能在2008年洛杉矶奥运进入比赛项目。现在这群在中上比赛囡仔，就是这当后在奥运会上发光发热的台湾选手。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根据统计，慢性鼻窦炎的盛行率高达15%到20%。对着慢性鼻窦炎的治疗，主要是以类固醇鼻喷剂，也就是灭菌生理食盐水冲洗为主。若是有急性感染症状，医师会开抗生素治疗。另外，鼻窦内视镜微创手术也是正常见的治疗方式。但是鼻窦临近脑部、颈动脉甲视神经，一旦无细腻，恐惊会伤到重要的部位。但若是搭配着精准定位病灶的3D 立体定位导航系统，会当更加有效清除病灶，以及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这个系统的话，它是能将病人实体的构造对应到电脑断层上面，让我们能知道说，在手术的进行的时候，能比较精确的清除病灶，以及减少相关的手术并发症。另外一项好消息，就是目前3D 立体定位导航系统已经纳入健保给付，只要是符合健保适应症的患者，就无需要自费，会当做好更多慢性鼻窦炎的患者。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COVID-19 疫情冲击，真侪人唔敢到病院看医生。根据高雄荣总台南分院骨科主任陈建宏表示，其中就有一位88岁阿伯，因为无小心跌倒，家属也准讲只是酸痛，倒眠床休困，想未到出现的串电镜头愈来愈严重。经上病院才证实是髋部骨折，加上肺炎等并发症，遗憾离开世间。那髋部骨折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它不像我们其他四肢的骨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固定，甚至打石膏啊，不开刀等它愈合，只是后续会有慢性疼痛的问题。髋部骨折最常见到的问题是，它会面对到要卧床。什么叫卧床？病患要躺在床上，完全没有办法动。这时候躺一躺会出现像我们个案里面的高龄长者躺床，造成痰不好咳，会造成进一步的肺炎；小便不好解，会造成泌尿道感染；躺太久会压出褥疮。因为这3个感染造成后续败血症，而最后造成了离开，让家属其实蛮难过的。为了避免类似危险再次发生，特别是老大人脑骨质疏松、筋膜减少等衰弱，得亲像骨头、鼻窦已经拍破，根本袂堪你跌倒。医生提醒，莫无爽快就食止痛的，有问题也是要尽速就医，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时间。髋部骨折典型就是会面对到卧床，就算你吃药，病患在翻身还是几乎没办法翻，包括他抬脚都有很明显的有困难，包括走路更别提了。所以一个高龄长者如果面对到跌倒，造成后续连走路都有困难，这时候要做的不是躺床休息，而是要尽早送医。就算是在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尽量呼吁大家，在高龄长者面对到骨质流失、疏松、肌少、肌肉减少，以及慢慢有的所谓的衰落，这当中要尽早就医，而避免错失了所谓的黄金时间，延误了最重要的治疗。医生指出，老大人平时也是要加强大腿筋膜训练，减少跌倒以后的风险。当然，若无小心跌倒，一定要让医生顺看看。以目前的医疗、复健拢会当有真好的复原。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